香港人口急速老化，以老護老好普遍。照顧者一邊排緊服務輪候，一邊又要日夜照顧體弱長者，壓力好大。好多需要食特別餐膳嘅長者，仲未必有足夠支援。有你作主計劃，希望每一位社區長者都可以有得食，食得到，同埋食得好。由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推行有你作主計劃，柴灣中心招募20幾位遠餐大使，計劃希望提升公眾對長者吞嚥嘅關注同埋食品嘅選擇性，以及促進照顧者之間嘅互助同埋交流，舒緩照顧者準備遠餐嘅困難，等佢哋可以有力量、有選擇、有支援，繼續喺社區照顧體弱長者。第一部分，有你作主遠餐推廣講座於2025年8月同埋10月期間舉行。講座專為照顧者同埋義工而設，由言語治療師講解吞嚥困難嘅成因、預防方法、出現吞嚥困難後補償式照顧方案遠餐、口腔運動訓練分享及試食遠餐。另外，邀請葵涌中心嘅遠餐大使分享成為遠餐大使嘅感受及得益，以及講解過往遠餐烹煮技巧及心得。第二部分，有你作主社區遠餐研習班於2025年12月期間舉行，邀請咗言語治療師講解吞嚥障礙基本知識及職場教授製作遠餐技巧，包括有家常菜如香茄子同埋白切雞，都可以做成又軟又有營養又好味嘅遠餐，等照顧者喺屋企都有力量為長者預備一餐安心嘅飯。參加者們學習後更會嘗試喺家中製作遠餐，俾家中嘅長者即時可品嘗照顧者嘅成果。第三部分，有你作主社區遠餐博覽，已於2026年1月24號喺柴灣舉辦。好榮幸可邀請到多間非牟利團體同遠餐供應商，俾照顧者同街坊可以行下檔攤試下遠餐，可認識到原來市面上有好多唔同款式、唔同口味嘅遠餐選擇。今年嘅博覽暨頒授遠餐大使典禮，吸引咗好多持份者、地區人士、業界同工同長者一齊為照顧者打氣。課程影片會陸續上載到耆康會長青網 E123.HK 等，更多照顧者同專業同工可以隨時上網學習。未來我哋希望有更多社會人士關注吞嚥問題，推廣遠餐服務，一齊支持照顧者，令長者喺社區繼續食得開心、食得有尊嚴。有你支持，齊撐照顧者。